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特别利用这个时间呢，要介绍高雄佛教会理事长慧本法师。他每一次到北部来讲法，都邀请我给他当司仪。那么慧本法师在还没有往生以前，他讲过一个公案，我今天就给各位大家分享。他说啊，台湾南部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左营啊，有一个人姓江，有一天他出去打猎啊，打猎之后他回来就开始生病。他的病跟别人不同，如果病一发作啊，头就顿起来了，顿一下这样，嘴巴也抽动，很痛苦。如果他顿一下，脸上就破一个洞。顿一下就破一个洞，他整个胸部血流如注啊！当时没有长庚，送到台大医学院，但是送去呢都没有效。医生说这根本是怪病啊！这个洞才刚好哦，那个洞呢又蹦出来，无缘无故的就头顿一下就拉一下。又有一个洞跑出来，哎呀，去求神问卦呀，到处都问过了嘞，没有效。那种病没有人发生过啊。医生说没有办法呀，整个胸前一直在流血，然后会很臭，人没有死就臭了，就像要臭死人一样，很臭很臭。他什么宫庙都去问，有神问到无神啊，没有效，就是没有效，真没有办法呀。有一天，有人向他介绍慧本法师认识，他说：“老师父啊，这要怎么办呢？”慧本法师说：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办呢？看他这种病，当场坐在那个地方，又蹦出一个洞来，哇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真是有够厉害！”看他无缘无故头就顿一下，慧本法师说：“哎呦，好像那个小鸟啊！我小时候看人烤小鸟吃的时候，那个小鸟要除毛鸟，除毛的时候头就是顿了一下，你拉一下那个毛，它头就顿一下，哎，就很像他那种情况啊！你怎么得这种病呢？”他的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你怎么那么内行啊？我儿子就很爱猎鸟了，吃小鸟了。”慧本法师说：“真的吗？业报啊，这是业报啊！”对方就问了：“这要怎么办呢？”慧本法师说：“这连医生都没有办法，你唯一就是每天要去放生，至少要放生108只，要足足放生10年，一天阿弥陀佛要念5000声哦。”这个时候对方就讲：“我哪有办法念佛呢？一天要蹦好几个洞，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有办法吗？真的吗？”慧本法师说：“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也不必讲了，因为我不懂啊，我也只能跟你这么样子说了啦。”对方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认真了，不是说侥幸马马虎虎哦。”说到这个地方，当痛苦来的时候就要念了。现在头要顿的时候，慧本法师说：“你不要再叫了，头要顿的时候就阿弥陀佛，你不要一直说哎呦哎呦哎呦，不要哎呦了。”你要这样开始念佛。现在你头叫顿的时候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哦，阿弥陀佛，一定要这样念，佛就念出来了。开始的时候他很痛苦，但越念就越轻松，越愉快。看他头一抖啊，就开始念佛了，脸就不会蹦开来。他妈妈说：“哎，奇怪，有效哦。”慧本法师说：“你继续这样练几天，10几天以后啊，他的脸部没有敷药，就慢慢好转了。”这个人姓江啊，这个人现在还在哦，但是我们不能讲他的名字，这是我看到的一件事实。慧本法师这么说，念佛是能消业障的。各位，慧本法师是高雄佛教会的理事长，他在台北讲这一段内容，我刚好在旁边，我就把它记录下来。今天转述给各位听，你看，专门抓鸟、烤鸟啊，在拔毛的时候，你看它就多痛啊！你拔一下，它头就顿一下，结果业障来了，
发生在专门抓鸟的这个人身上，头一顿，胸口蹦出一个洞，血就一直流。所以你看这个人生的悲剧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很多众生实际上他现在穿的衣服是鸟的衣服，可能是猫的衣服，可能是狗的衣服，可能是狮子啦、野豹啦、蛇的衣服，但是他的灵魂本身是跟我们人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不应该去蹂躏它、伤害它，甚至于是吃掉它，不应该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多灾难，就是杀业太重。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亦免世间刀兵劫，唯有众生不食肉啊！不要去吃那些肉，那些肉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以后业障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我们很清净、很逍遥自在的生活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不要去得罪这些人。你现在吃起来你感觉得很舒服啊，实际上它不是让你吃的，偏偏你的业障很重，智慧不高，就是随便乱杀乱吃。等到有一天你年纪稍长了，有岁数的时候，你糟糕了，业报会现前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啊！到时候你叫苦连天，任何人都没办法扭转，痛苦无穷无尽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听到慧本法师讲这个公案啊，我们也感触很深，奉劝世间人尽可能不要去造杀业，这样天下会太平，人间会和谐，社会会进步。我们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